渴慕你，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透过敬拜，透过牧师的信息，透过我们每天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活，来更多的经历你。我们一起来唱。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你，带我进入心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主，我深深渴慕你。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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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主，我深深的渴慕你。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我们唱耶稣，耶稣，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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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求你吸引，求你吸引我的眼，求你吸引，求你吸引我的眼。主，谢谢你，谢谢你吸引我们的眼睛，吸引的我们的眼目，使我们能够向着你。也谢谢你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说，主啊，我们愿把最好的都献给你。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风。
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耶稣，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我们要用这首歌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侍奉你，使我们能够来爱你。我们唱献上生命，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耶稣，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我的
带下你国度住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住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我们再唱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慈爱的耶稣，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如此丰盛的恩典，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生命气息，感受你所赐下的一切。谢谢你如此丰盛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敬拜你，更是使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来服侍人、服侍你。谢谢你如此丰盛的恩典，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着你，我们在各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有力量度过，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帮助，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真是愿你每个时刻都来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能够渐渐长成你的样式，也与你看顾我们今天聚会的所有的时间，让我们透过牧师的信息，能够得着你那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从属天而来的智慧。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记载于《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彼得开始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哪一种族，他都喜欢。你们知道，他借着万人之主耶稣基督传给以色列人的信息是和平的福音。约翰宣讲洗礼的福音以来，那从加利利开始传遍犹太全境的大事，你们都知道。你们也知道拿撒勒人耶稣，上帝怎样以圣灵和大能倾注在他身上，使他走遍各地，广行善事，治好一切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我们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和其他犹太人的地方所做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们把他钉死在十架上，但是第3天，上帝使他复活，而且向人显现，不是显现给大家看，只是显现给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看。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曾跟他同吃同喝。他命令我们把福音传给人民，证明他就是上帝所立，要做活人和死人审判者的那位。所有的先知也都为他做见证，他们都说，凡信他的，都可以借着他的名蒙赦罪。今天刘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我错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看到这个题目，你不知道怎么想。我们常常在面对错误，没有错吧？即便我们在人生当中再怎么样想要避免错误的发生，你没有办法否认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犯错的时间比做正确的事情的时间还要多。而我们在说错话的时间，往往也比我们说正确话的时间还要再更多。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不断的面对错误，而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感受并不好，因为你会不断的觉得我为什么又犯错，那我可不可以不要再犯错？但是即便是这样，错误就好像一种梦魇一样啊。错误好像一种梦魇，它会一次次的向我们靠近，而在一次次向我们靠近的时候，又好像让我们掉入一种陷阱当中。在这个陷阱当中，我们好像怎么样挣扎都爬不出来。也就因着如此，其实我们需要耶稣。也就因为我们在各样的错误当中，所以事实上我们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最近这几个礼拜，我想大家都知道教会界的大事，没有错吧？你不用怀疑，都可以听到一起发光的事件，对不对？不管你走到哪里去，你都会听到。而且当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他一定会问你说：啊，你怎么看待这间教会？然后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情，邻居、朋友是非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想要了解啊，所以你去教会到底在干嘛？渐渐的，我们就发现到了，在我们的社会氛围当中，有人开始怀疑牧师的身份到底是如何取得的。有人开始说，教会是不是一个敛财团体？有人也开始说，教会只会包庇家暴，教会都只会看正面的事情，不愿意让负面的事情出来，然后不问是非对错。你越读这些新闻，你就越会发现，即便教会方
他们想发表一个声明来解释这一切，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好像没有解决这件事情。他们想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开始发表一个声明，可是却没有想到这个声明没有办法解释清楚，反而让这一把火越烧越旺。然后他们就开始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在教会里头开始弥漫出一个问号：是为什么教会会变成这样？然后牧者们也开始问的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这些事情背后，我不知道我们看见了什么。但是很明显的，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宗教语言显得非常软弱无力，而教会在这个时间点变成了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怎么会这样？我必须要说，台湾的教会已经很久，我们都习惯关起门来谈自己自以为意的信息。我们习惯关在自己的门里面，然后讲着只有我们听得懂的事情，然后讲着一切的宗教语言，好像装出一副我们很敬虔，我们是一个好基督徒的样子，却没有想到每一次当我们用这样子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断的在压迫别人。我们的宗教语言变成压迫别人的工具，我们最敬虔的敬拜跟祷告变成了一种被人们视为狂热的事情。原因都是我们已经习惯关在自己的门里头谈自以为意的信息了，不知不觉，我们失落了一种跟社会对话的能力。基督徒完全没有跟这个社会对话的能力，传福音变成了一种拉业绩的包装，对他人的关心背后其实带着某一种目的，所以福音的信息已经被我们打了折扣，我们却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可否认，在这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其实在面对很深层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是不管你要或不要，它就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你也不知道它从哪里而来，你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出现。所以，为了要解决这种失落感，我们想到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期望跟人家建立好的关系。然后，但是我们在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背后一直在想的事情是：上帝，你能不能赶快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所以，上帝变成了什么？上帝变成了工具，上帝变成了解决我们问题的工具，上帝变成了满足我个人期待的工具。这是第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那第二个会是什么？为了要克服这种失落感，然后我们走向一个教会，好像我们很多人在这里，我们有关系，我们有连结，所以我们期待是通过这个关系与连结解决我眼前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上帝只是偶像。那么第二个更明显的事情是，你在教会当中常常听到这些言论：不要想负面的事情，你要往正面看，你要想正面一点，你要宣告，你要祷告，然后你要宣告耶稣已经胜过这一切，不陌生吧？这一些正向的宗教语言，也成为了这个时代教会流行的语言。渐渐的，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墙里面。要不我们就是刚刚所说的，上帝只是一个有应功，只是一个偶像，满足我的需要；要不我就是活在一种催眠当中，我只要想的正向就好了，我只要追求我自己的享乐就好了。就在这样子越来越深沉的恐惧以及失落感当中，一个有领袖魅力的权威者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完全听他的了。一个有领袖魅力、有口才、有各种恩赐的人，讲着满口宗教语言的时候，他就足以影响我们的生命，他就足以让我们去跟随，而我们在跟随的过程还以为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然后在面对很多压力跟空虚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又领受了某一种传福音的使命，然后去关心、献上真诚与温暖的时候，然后就吸引了越来越多内心空虚的人一起聚集在教会，一起聚集在这个保护墙里头。没有人要去问焦虑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愿意去听我们内在真正的恐惧以及愤怒到底是什么，然后更否定了我自己可以发出我自己的声音，连带着到最后，我们完全忽略了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不是任何的个人，不是任何的教会，不是任何的名牧师，不是任何有权力的人，基督才是拯救的根源。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这就是那间教会的教导有问题，也有人会说就是那个牧者个人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只要好好读圣经，我们只要好好做该做的事情，好好把我们的教会带好，好像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在这里很好，那就好了。可是当你越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越会发现什么？你身边的非基督徒有满意这个答案吗？你身旁的非基督徒完全不会接受这个答案，因为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继续活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当中，我们继续选择躲在自己的保护壳，躲在自己的高墙里面，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就安全了。殊不知，是我们让福音打了折扣，让福音失去了该有的能量。那么大家就要回来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福音？在教会里头，我们不断的讲传福音，不断的讲福音这两个字。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福音啊？然后每次问到就会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好，那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到底什么是福音？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信息，耶稣在会堂里头在宣讲的时候，他说什么？要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么这叫福音哦。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能够听到，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一个问题：在面对一个这么大对教会的批判以及压力当中，福音是什么？我们能够勇敢的告诉人家福音是什么吗？而我们能够去勇敢的去诉说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全能吗？你就会发现，在教会里头，我们很常讲悔改，但是悔改变成什么？悔改只是一种口头上面敷衍的语言而已啊！好像只有我在洗礼的那一刻，我的罪需要悔改。然后接着我在教会里头很久，我都完全不需要面对悔改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们也说另外一个词叫做敬畏上帝。那敬畏上帝，它又变成了我来到教会当中只是做给人家看的。我只是做给人家看，你看我有来，我看起来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发现了吗？悔改跟敬畏全部变成我们敷衍别人的宗教语言。然后我们还沾沾自喜的觉得，我在教会很久，我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从小参加团契，参与各样的服事，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吧。然后现在有教会出事了，我们就觉得我们不是那间，所以我们没事，我们就是这里不错。我们还沾沾自喜的认为我自己跟那间教会没有关系，然后或者是抱持看好戏的态度去看，那个牧师怎样。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远离上帝，而我们犯罪，我们忽略上帝的诫命，而完全没有感觉。所以这件事情很实在凸显出一件事情：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教会习惯关起门来，躲在自己的安全网当中。教会变成了只是互相取暖的俱乐部，教会变成了只是一种我在这里很好。然后我每个礼拜来到这里会看到认识的人，我在这里有时候还有免钱的饭可以吃，我享受在这样一个群体里头，我以为这是我应该要有的特权，而我丝毫不愿意跟社会对话，我丝毫不愿意踏出自己的框架之外。
去听这个社会到底在讲什么，他人的生命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这段故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开始，你会看见它是彼得的讲道，它是彼得的讲道篇。可是你如果要看这一段彼得的讲道篇，你必须要稍微往前翻一点点，去理解上帝在《使徒行传》里头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圣灵降下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身上，要去宣讲他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传讲这一份福音的消息。但是，一开始这些福音限制在犹太人当中，福音是限制在犹太人当中的。然后乃至于到第8章开始，腓力去伊索比亚遇到了一个太监，再到接着逼迫犹太人的扫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耶稣基督，开始经历了一个生命的转变，来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第10章，讲彼得的故事。彼得本身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非常捍卫以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为荣。不过那一天，他在祷告当中，如果你看第10章一开始，他在祷告当中领受了一份异象。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飞禽走兽跟爬虫，在他的面前，有个声音告诉他：“起来，把这些东西宰了吃吧。”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上帝不可，千万不可，因为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污秽不洁的事情。”你从这段话当中读到了什么？很清楚哦，上帝不可以，这就是我的框架，这就是我安全的范围。不行，所以连续3次的对话当中，他一直告诉上帝说：“主啊，不行，我从头到尾没有做过任何污秽不洁的事情。”一连3次对话之后，东西就被收到天上去了。他还在想这件事到底在干嘛。忽然之间有人来敲他的门，有人来敲他的门，有3个人，这3个人是从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面所派来的。他们来找彼得，要邀请彼得去到哥尼流的家。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中间就是隔着一道高高的墙。对彼得来说，哦，不行，福音是在我们这里。对，就是我从小在这里，福音在我这里，跟他们没有关系。不过就在那个时间点，声音又对他说了：“有3个人来找你，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遣他们来的。哥尼流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只因为他是外邦人，所以被彼得认为说跟福音没有关系。而上帝的工作在此开始，彼得要突破2个部分，他要突破什么？他要突破外在。当他踏出去的这个时间点，你可以想象，外在会有多少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必须跨越外在的规范，也要跨越内在的限制，因为他自己已经设定好了，没有那个我是犹太人，我不用跨出去。他要跨出这2个，但是当他接收到上帝这么明确的指示的时候，他只能去了。他去到哥尼流的家里头。去到那个外邦人家里面的时候，马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外邦人哥尼流，他认为不应该领受上帝恩典的外邦人，趴在他的面前要拜他，吓得彼得连忙扶他起来说：“请你起来，我也是个人呐。”你看到的事情是他的生命在一种挣扎当中。在一种圈内人跟圈外人的迷思当中，被高墙限制了自己的思维啊！但是是上帝让他跨出这一切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对这种挑战啊。我们在这个教会可能从小在这里长大，然后有一些新来的人，你永远都在面对这些挑战。我从小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间教会就是怎么样，然后教会就是怎么样。我们不太知道怎么跟圈外人对话，
教会不知道怎么跟社会对话，所以当面对这一些质疑跟挑战的时候，常常教会显得非常的软弱无力。从彼得的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在每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不管你是非基督徒，我们都被上帝邀请参与在一个深层的对话当中，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拯救不是在于你有出现在教会，重点不是你在教会，重点是你来到教会遇见了基督。今天我们的拯救来自于我们的生命遇见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深层的关系，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说出内心的恐惧跟焦虑，说出内心的误解与不安，在每一次真诚跟敞开当中，经历医治的工作。所以彼得在哥尼流家里的讲道，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哪一种族，他都喜欢。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你这样子走过来，你就可以理解他讲这句话有多难。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所蕴藏的，却是彼得真诚的悔改。而在彼得的生命当中见证一件事情，是福音推动着他去突破框架，是福音推着他去到哥尼流的家里头，是福音推着他去看见那个敬虔的外邦人他生命当中的美善。我们常常误解一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拥有福音啊，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拥有福音的人，所以我要去传福音。可是我们最严重的错误就在这里：福音怎么有可能被我们拥有？是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推动着我们往前走，让我们去跨越不愿意跨过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真诚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叫做福音。让我们在真诚坦诚自己的错误之后，我们经历那个被掳得释放，这叫做福音。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整件事情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所有的教会可能要很认真的面对一件事情：我真的有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的有经验到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做工吗？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还在那边？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回答，我不要承认我是基督徒，不要被人家问这个问题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福音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怎么会我们完全不让福音的能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露出来，而我们继续躲躲藏藏，继续躲在自己的范围，说我只要自己过好就好了。如果福音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我们真的是一个经历耶稣基督拯救的人，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向前走，让我们勇敢的告诉人家说，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悔改这件事情不是一时的现象，它也不是我们受洗的时候说，对，我承认我有错。悔改是一个一生的功课，是我们在一生当中不断的经验到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坦诚说，我自己需要被修剪，我自己需要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错。所以《使徒行传》的故事是教会跟个人新故事的开始，是关于上帝呼召你的故事，也是关于上帝给你恩赐的故事啊。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他被呼召去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也去经验一个不在预期当中的旅程，到最后他说出顺服的话语。
一个微小的人，他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仆人，见证他的作为。而有了这一个悔改之后，我们才能讲第二个，那就是敬畏。什么叫敬畏上帝？敬畏上帝是让上帝成为上帝。如果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那么我们来到礼拜堂当中，我们在每一天，在每一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会随便吗？我们会不准时来吗？我们会滑手机吗？我们会不认真的在做各样的事情吗？如果你相信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那么真实的敬畏是让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推动我们能够不由自主的发出颂赞。那一份颂赞去诉说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而让教会、让个人走向真正的顺服。悔改跟敬畏，让我们仔细的去看周遭的人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在关心什么。你有发现吗？每一个这几个礼拜对教会的批判，对背后都有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他们更深对教会的期许。每一个对教会误解的背后，每一个对基督徒误解的背后，都有一种人与人能够和好真正的渴望。而每一个犯错，每一个错误的背后，都有人们期待能够被安慰、被倾听，人们期待得到这一份恩典。我们只是一直想要解释，我们没有意识到每一个当你周遭的朋友非基督徒问你说一起发光到底什么事情，问你说那个牧师到底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背后真正想要诉说的事情是，他有一个对生命更高的期待，而那个期待是期盼着通过基督徒、通过教会，能够带给他生命的福音。我们完全忽略这件事情，而我们把力气花在什么？切割那间教会跟我无关。我们把力气花在辩护我们的教会多么正派。我们完全没有在面对福音如何使用我们，如何推动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悔改，没有敬畏。彼得说：“我真的相信上帝不偏待任何人。”他背后说的是我错了。当彼得说我错了的那一刻，这是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在说的事情是，握有权柄的人不需要再躲在你自己的伪装背后了，不用再强势的想要去控制别人了，也更不需要通过批评、通过否定别人来让自己说我自己的声音，好像我比别人还要厉害一样。我们常常批评别人，我们很会看别人不好的地方，而这背后其实都在凸显的我们对自己多么没有自信啊！我们自己多么没有经验到福音啊！我们自己是多么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以至于我们竟然只能够看到不好的，别人哪里没有做好，只会挑别人的毛病。所以，当我们能够真诚的说出我错了的那一刻，这才会是我们摆脱所有梦魇最大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我们恩典的，在放手的时刻，我们能够活得稳当；在舍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去经验那个从束缚当中走出来的真自由啊！所以，教会是一个重要的群体，教会是被上帝呼召来肩负着，为着让这个社会所有的人走向更好的群体，让陷入失落与焦虑的人得到释放的群体，让受伤与不安的人在这里得到平安的群体。自然而然，我们会显露基督的光。
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别人辩解，也不需要捍卫自己所聚会的教会有多么合乎正道。就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需要的事情是走入真实的悔改与敬畏当中。我们受邀进入新的图像，这个图像在说什么？这个图像是，就在我们忽略基督作为我们生命之主的那一刻，我们错了。就在我自以为很认真投入宗教群体、很认真服侍的时候，我错了。就在抱持看好戏、轻视别人那一刻，我错了。就在我们自以为占高位、享特权的那一刻，我错了。就在我们误以为只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就是做好事、施舍别人的时候，我们错了。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需要悔改的人，我们是需要献上真诚敬畏，让上帝成为上帝的人。只有基督带来真实的拯救，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正如彼得后面所说的：“我是要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如何使人经验到真实的盼望，走向新的世界。”错误，它不一定会成为梦魇，它会是恩典。每一个生命当中的错误会是恩典，是因着我们真诚的面对它。生命当中的错误会成为你们成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踏脚石，因为我们真诚的面对它，我们真诚的坦诚我自己真是错了。基督的恩典就在这当中显明出来了。在那，我们会有悔改，我们会有敬畏。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怎么去回应周遭的基督徒呢？周遭的非基督徒呢？我们怎么去看见上帝的福音是使用我们继续向外走的呢？就在今天，通过坦诚自己的错误，上帝会给我们智慧，我们会得到生命真正的智慧，知道如何去回应，也知道如何去诉说。请我们一起来看我写的这一段话，我错了。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上爬，躲在其中，以为安全。筑起高高的墙，一层一层向上叠，即便受托仍是特权。那日，声声呼唤，跨越边界，终知不偏待人的主，使壳释放，使墙倒下。我错了，放手得以稳当，悔改方得自由，敬畏显出我属于你。我不知道在大家的生命当中，什么时间点你真实坦诚你错了呢？你真实坦诚，主啊，我真是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呢？这不是宗教语言，这不是敷衍别人的，这不是因为你好像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应该要讲我要悔改，而是我真实去面对我生命当中的错误，真实去面对我并没有认真敬畏上帝，我依旧即便坐在这里，依旧只是想要照着我自己的想法来做，照着我以为一个好基督徒的想法来做。我们的生命其实需要福音，不管在教会里多久，我们都需要福音。愿基督的怜悯与恩典与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同在，也眷顾着宣讲话语、聆听话语的人，让我们能够立志说：
我们要竭力活出美善，使真光降临在这块土地。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谢谢你。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
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何其广大，你深知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能够真诚在你面前坦诚自己的错误，我们有福分了。当我们能真诚的悔改的时候，我们是有恩典的人。当我们能够献上我们敬畏的时候，你已经接纳我们了。主，谢谢你，因为你看我们为宝贝，你的爱超过眼前一切的困难，让我们真实经验到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得自由，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受安慰，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从上礼拜三开始一起读《使徒行传》，所以这个礼拜三我们会一起读《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26节，这在线上，所以邀请大家，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来聆听。如果你错过也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有 Podcast 的频道吼，你在11页下面会看到教会 Podcast 的频道，所以包括华语讲道、台语讲道以及圣经学堂的信息都会放在上面，你可以离线也可以收听。好，那再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教会的事工，就是今年我们12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青年牧区有一个活动，跟教育部要一起推动全教会读经的运动，也就是从2月份开始，我们会一路进行到明年的复活节。我们期盼在这1年多，超过1年的时间啦，超过1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一次。那报名的人，你会得到一本这个笔记本，这是 sample， 还没有完全做好。你会得到一本这样的笔记本。这样的笔记本当中呢，包括上面你可以写主日
读经的主日讲道的笔记，然后每一天的进度你可以自己打勾。那在这下面也可以写上你这个礼拜读圣经的一些心得，以及你自己灵修的让你感动的事情。所以你会得到这样一本灵修笔记本。所以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那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因为你们都知道教会这一段时间在修理史料，对不对？请记得一件事情，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正在创造历史。请以创造历史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经过20-30年之后，如果你的子孙翻开这一本看到的时候，你现在其实是在跟20-30年后你的下一代传福音。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那你愿意参与的，我们在办公室前面，你可以填报名表，就是把你的名字写下，因为我们要估算我们要印多少的这个读经笔记本，所以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参与吼。好，那等一下我们要召开长执会，所以请我们的长执跟团契的同工注意这个时间。再来就是教会最近有几项在进行的工程，请大家一起关心吼。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教育大楼有一幅很大的摩西过红海的图画，对不对？那他最近要进行修复，是原作者要来这里重新补那个褪色的地方，所以现在有搭鹰架，所以请大家在进出的时候请要小心一下。但是厕所还是可以用，厕所还是可以使用，只是说你在进出的时候需要小心，不要被这个鹰架所碰到吼。好，所以请大家注意，然后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好，那再来另外一个，这个比较麻烦。这件事情比较麻烦，就是说这一个礼拜，当我们在进行一些那个投影、那个影音这些传输线的工程的时候，工人帮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们的后方，在我们后方那个你看到那个蓝蓝的那个拱门的位置，有被白蚁吃到的痕迹。对，那这个听起来就很可怕，听起来就非常可怕。所以你会看到，原本那下面应该有一幅耶稣祷告的油画，我们已经赶紧把它拿下来。那拿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好，有很多活生生的白蚁。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不知道已经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紧急的工作，是说从下礼拜一开始，除虫公司会进来，先做白蚁的除虫。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是，到底整个结构有没有什么损坏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必须在这几年内要认真思考整个大礼拜堂的装潢要重新处理了。对，这是我们在这几年当中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到底白蚁对这整个屋架造成的损坏状况。所以请大家一起关心这件事情，也一起为我们的大礼拜堂来祷告。好，那再来呢？我们刚刚有分享，我们在5楼，在教育大楼的5楼，我们现在有一个伊丽莎白文化资产维护中心，我们在做纸质的修复，就是修复大概100年前开始的这一些会议记录，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请大家以那个写历史的心来写你的灵修笔记，我们就会发现100年前这些人留下来的资料，那现在都在做文物的修复。等一下，你出去看这两边有这一面墙的外面有一些展板，再跟大家介绍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上班时间你可以跟办公室这边预约，你可以来参观，你可以带朋友来看。我自己在看他们修复，我自己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你会看到那个虫蛀掉的痕迹，当然不会有虫啦，就是一本书里头有虫蛀。我才发现原来这是虫蛀，然后一本书可能订书针久了锈掉，它必须要除锈，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所以邀请大家，其实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工作如何的进行。那也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看。那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博物馆里面你是看不到的。一般博物馆会有修复室，但是修复室被人家认为是不能进去的地方。但是在我们教会，我们是叫做历史教育推广，所以我们期盼让大家认识这些工作，所以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好，那几件最近教会当中不舍的事情，也请我们一起关心，为这些人来祷告。你可能不认识他们，但是你可以为他们献上祷告。
第一个是我们昨天有为柯无碧姐妹举行告别礼拜，她是99岁多，快满100岁，所以我们可以为她的家庭来祷告，因为她现在就只剩下一个80岁左右的小孩，对，所以请为她的家庭来祷告。那再来，我的舅舅蒙主恩召，所以我礼拜二必须要回台北去主持告别礼拜。那再来，还有一位陈纯正弟兄，他比较年轻，他可能70左右了，那他是心肌梗塞突然离开，所以请大家为他们家庭来祷告。那陈孝主长老，这也97岁，所以也在养护中心很长的时间，他也蒙主恩召，所以也请大家一起祷告。还有一位杨无寿姐妹，这个也90几岁，所以都是非常高龄蒙主恩召。我们也请各位能够一起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些家庭。你可能不认识他们，但是你可以为着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愿上帝的安慰与他们同在。好，我做以上这些报告。今天的金句是《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2遍。彼得开始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哪一种族，他都喜欢。”再念一遍。彼得开始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上帝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哪一种族，他都喜欢。”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35节。好，我们一同站立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的荣光照耀你，以他慈爱恩待你。愿主上帝时刻眷顾你，赏赐你平安。我们一定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而充满各样的平安与欢喜，也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每天过着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活，分享福音，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